捷运有被粉丝认出来？没有哎、这么心酸哦。啊，现在欢迎 XPP 品牌代言人曾志强，还有 XPP 的资深品牌好友王子邱胜义，欢迎两位。好的，我们先让大家捕捉一下画面。好，在中间一点，好，举着手让我们知道哪里需要再补拍。来右上。好，右边，右边。因为通常就是没照片的时候，不是，我刚好最近在整理东西，就会翻到以前的照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通常一直拍PO 以前的照片，就是艺人没有照片发。哦，没有，我刚好在整理啊，我库存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库存。也是啦，你怎么可能没库存？对，有点库存，就刚好翻到以前的照片，对。就以前真的是比较暗沉哈，对，也是以为那个学生时期不会保养了，然后天天打篮球晒得很黑这样子，这就是岁月的优势。对，有经验，有经验。因为刚刚那个联合报记者看到说那个是谁，看不出来。你说哪一个？他认不出来。哪一个？你说我以前的那个？侧脸。IG 那个我国中时候的照片。对。国中哦。国中啊。对，10几年前。你那时候有什么留下那个照片？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买了一个夜市买了一个耳环，磁铁的耳环，那时候很流行。对，然后我就记录一下那个耳环，因为我不敢穿耳洞嘛，怕痛。对，我没有耳洞，然后就纪念一下，就发现哇，我居然有这种照片。对。今天搭捷运有被粉丝认出来？没有哎、这么心酸哦。啊，没有，因为那天对啊，因为我也没失望，就是那天我跟家人吃饭，然后家人说吃好饱，我们刚好没开车，我就是对散步去做捷运，那我也觉得整个车厢没有人认出你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要检讨吗？没有检讨。不合理吧？没有，还是也没什么人，也没什么人啊，对啊。然后大家其实真的都在用手机，整个捷运我也在观察，因为我就想看大家在干嘛，然后其实大家都在用手机，对，不太会抬头，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去做捷运，对，然后体验一下，就是我当时上来台北都是坐捷运去露营嘛，然后也蛮怀念的。香港不是很安稳，担心旅游。我也不太清楚它细节啦，对啊，那对，应该还好吧，应该还好。报平安吗？有。打电话。都会，但是也比较少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吧，对。你说他现在都会比较不到人多的地方。对，本来就比较少会去很多人的地方啦，对。那你会不会想说亲自飞过去？看我们会谁？亲自去看他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好都在工作，然后他也不在香港，对他这阵子也不在香港，对。